什么认床？是认我？我昨晚居然没认床，一觉到天亮啊！花点儿，龙王大人应该回龙隐天池了吧？哎，你还在啊？昨晚睡得很好吧？嗯，很好。你呢？本来很好，但后来有只傻小猪趴在我的身上，压得本座都快喘不过气了。你们龙隐天池还养猪啊？那猪是可以随便跑到你床上的？嗯。走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我听到你有危险。啊，我就是手扎了一下，没事儿。为何要含着手指啊？因为含着就不痛了呀。原来人跟猫一样，舔一舔也能治伤。这么晚为什么还不睡？还在缝衣服？认床睡不着。认床？就是，习惯自己的床，习惯自己的被子和枕头，一旦换了就睡不着了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不过我昨天晚上睡得还是挺好的，你别担心了。